过年连续的假期都休煞，那休了无够开，所来还有3天2礼拜的连续的假期。是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的，因规划秋冬防疫专案的同款的延长，目前代替伊的运输的措施，依然会比较过年每一台车敢若开放120张的客票。啊，那高铁呢？高铁嘛取消自由座，这个改采规台车拢爱对号。讲到国道5号爱设置恐惊的侦探，估计伊赛车的时间上无会比平常时加5倍到7倍，也就是讲平常时若赛1点钟，即马有可能爱赛5点钟到7点钟，也就是讲28连续的假期，你若是要去东部乡亲，恐惊爱有心理的准备。过年连假才拄结束，接落来3天的28连假阁要开始。想要去宜兰传统艺术中心，或者是去花莲药理食美食，敢想要弥补过年要未生活到的遗憾，毋过就要先拄着塞车。开车就那是咧排队，春节连假返乡，和国道5号那一个大型的停车场。28连假，阁有几个有可能塞车的路段要注意。在流量的部分，最高还是会在假期的首日会达到115百万车公里。那这个流量的部分也是比我们平常88百万车公里大概增加了1.3倍。28连假5个塞车的路段，路南的南港系统到北南，连假前一天就开始塞车。接落来27号连假头一天半暝就开始有真侪车。28迄天继续塞到下晡4点，同一天上班的车嘛真侪，透早一直塞到半暝11点。这个时段的路段开车的时间比平常时加5到7倍。高铁连假要是照过年，连假前一天就开始取消自由座，改做专车对号座。3月2号会阁恢复自由座，而且会加开12班，代替限制站票的措施嘛会照常来实施。每一台对号列车维持120个站票，加强巡视车厢，分散人流到平均的车厢。每一台列车要是120张的站票，商店嘛维持禁止食食。防疫第一，才会使安心佚佗。